今仔日的新国会专题为大家介绍咱国内头一位区块链立委，伊就是国民党不分区名单排第3的郭如钧。伊是台大资讯多媒体研究所的兼任助理教授，也有经营 Podcast， 放送上界新的科技发展，互人合作报博士。伊讲区块链虚拟货币伫台湾拢互人当作是诈骗的摆摆，但是这新型科技是世界潮流，未来入到国会，伊打算透过立法阻挡新型科技做买大的空棒，结合台湾人的优势，互台湾行出另外一片天。听宝博朋友说了吗？注心最新科技的民众对这个声音一定袂生分。伊是合作保博士，台湾大学资讯多媒体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的郭如钧。伫即摆大选，伊是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第3名，互人形容是台湾头一个区块链立委。郭如钧的专业专长伫区块链、虚拟实境这的领域，伊认为台湾面对新科技虽然有优势，但是反应无够紧。数位的看唔到、摸唔到的物件其实反而是更适合台湾我们到区块链的元宇宙的世界里面去建造。我们不需要有更多的土地，我们可能还可以发挥比其他地方更厉害的这个建造的能力，去吸引全世界的人。区块链有足侪人都想讲伊是歹物件，政府嘛是有点紧张。区块链是一种资料库的技术，透过启动深化的储存方式，确保内容安全。虚拟货币就是一种应用方式，但是伫台湾讲到虚拟货币，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诈骗，例如一寡新型科技互人污名化。郭如钧讲，未来伊进入国会，伊打算透过立法，消除利用新型科技做歹代的空棒，结合台湾的人才优势，互台湾行出另外一片天。企业的这些智慧。不管是个人资料、财产，如何能够防范它的资讯的安全，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规范设立出来。虚拟货币的主管机关金管会过去捌发文讲，虚拟货币无内涵价值，而且有洗钱甲诈骗的风险。过来是以洗钱防制法等法律来管理，但是美国是立法案管理区块链甲虚拟货币，而且又通过虚拟货币的 ETF 这款投资商品，迄是台湾目前对这款新型科技有较保守。郭如钧认为民众中央虽然对新科技有疑虑，但是也要看准机会，对时代行，重新进摆这款新型科技。如果台湾通安怎伫科技潮流当中发展？记者龚正随台北报道。